鈉尾清 Nano Crystal。鈉尾清係選用美國納米技術生產嘅納米塗料，能夠喺陶瓷同埋玻璃材料表面形成納米塗層。經鈉尾清處理過嘅表面，具有高度嘅抗水性同埋抗油性，達至強效疏水疏油嘅功能。只要喺陶瓷同埋玻璃材料表面噴射鈉尾清，15分鐘後，器皿表面覆上塗層，殘餘污漬等都不能黏貼喺表面。簡單咁樣用清水或者一塊濕布就能夠輕鬆咁樣去污，使器皿光潔如新。最適合家居浴室嘅浴缸、洗手盆、座廁、瓷磚、玻璃浴瓶同埋玻璃鏡上使用。只用一次鈉尾清就可以減少清潔次數，少咗用清潔劑，減少對環境嘅污染，對環保作出貢獻。今個農曆新年大掃除，梗係要揾鈉尾清幫手啦！